善學今日天氣又再涼咗喎。係啊，海欣，大家要着多件衫，唔好凍親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介乎18.8至到20.9度。至於最高氣温就介乎19.9至到23.1度。轉睇下衛星雲圖，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。預測大致天晴，朝早天氣稍涼，日頭最高氣温大約26度，吹和緩嘅東北風。展望未來1、2日風勢頗大，雲量較多。週末期間漸轉天晴，氣温回升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珠海多雲，中山江門多雲，肇慶佛山多雲，廣州東莞多雲，惠州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